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我哪出来一两年啊，尔厝内阁发生遮大个代志，啊！你讲到你嘛真嗨啦，煞袂晓甲我动，安尼害我一直讲安尼，讲到规山坪。我有甲你动啊，是你家己爱搞话啊。什么叫我搞话啊？你遐叫做动？二头家娘，恭喜哦！你莫惊啦，我春香啊啦，来甲你恭喜的啦。你即摆咧讲啥物？啊，等后摆头家拢来你遮困哩，啊，你若煞无机会通生囝，等你生后生吼，啊，你就使做大某坐大位啊，顺便甲你恭喜。不要紧啦，春香，你即摆是咧胡白讲啥？我根本就无想要做啥物动物，我敢若想讲要变变换换过我的一生。二头家娘啊，你哪会遮戆啊？人这世间上吼，只有大某交锁匙，细姨无权利，你若无想要做大某啦？走讲者，我无想要做大某。春香，你若无代志，你要出去。唔爱，我无想要做大某啦。算我家婆。二头家娘，并毋是每一个人拢有通照家己的意思过日子，人往往拢嘛爱面对现实，人嘛是爱活了勇敢，去争取家己的生活，敢毋是？二头家娘，你在想啥？无啦，我无咧想啥。已经真晚，你应该去彩云遐，莫互等伤久。兄弟，你啥物拢莫讲啊！阿母讲得真对，我陪你袂当过，我无法度去当甲生意来伴侣。搁再讲，就算讲我即马有心，你个囡仔将来嘛有可能是一个枭的。兄弟啊，你哪会使安尼讲啊？我讲了敢有毋对？阿母即马看到我，就亲像看到文心同款。阿母即马开始，我已经无资格做恁当家的大媳妇啊！建昌，你紧去坐彩云，若无阿母看到，一定会足生气的，一定会骂你，嘛一定会来糟蹋我。兄弟啊，你莫安尼讲啦。其实你伫我心目中，永远就是阮当家的大媳妇，这是无法度改变的事实啊。敢安尼？在你的心目中，我是一个恁平平的石头，常常为着小可代志就要甲你冤家。你甘愿去困厨房，嘛无愿意留落来陪我。即马好啊，阿母叫你爱去陪彩云，你去陪彩云，我不爱让你看到我的哭。兄弟，我生气，我甲你冤家，我嘛有毋对的所在啊。其实，我会去困厝房，是因为我无爱继续甲你吵吵闹闹，因为我惊讲，咱会影响到咱的感情，害咱的关系愈来愈疏远。搁再讲，我会娶彩云啦，拢嘛是为着阮阿母啊。你嘛知，我对伊一点仔都无感情。敢讲，你真正希望我去困遐？兄弟，敢讲，咱两个人无法
我都好好相处。小婷，明仔我想要留来陪你。你头家娘，姑娘，你头家娘，我就知你想要走。我人虽然咧谈过，也毋过我的心，当然最深的是，请你帮我，我甲最深永远斗阵。你头家娘，这是种危险的代志呢。若去用发现哦，你会无命啦！我袂爱互你走的啦。这件代志你害我。为着迄个小查某，气卡规夜拢袂困。唉，气死！哎呦，建昌毋知真实会听我的话，去彩云房间困啊袂？大家看卖是个。嘿，啊门哪会开开？ 哎，我人呢？头壳啊！找有无？我了，一出去啊，静静的迄一道大题目咧。找无？老人啊，老人啊，老人啊！外口探热了啥款？我伫巷仔底吼，听手边讲，头家娘甲一个白杂生走啦。啊！你去叫咱陈家所有长工、工课房的，先出去找些这个不要见下的人。 管你秘在倒位，都给他找出来。是。看镜是咱中，看镜咱容易。志兴，来，给你吃一茶，来头光头。 彩云啊，咱已经走几暝啊？我看你也真忝啊。
咱小心身体好无？袂用的啦，咱走了无够远，等下谈到这个所在是有头面的人，咱咪当走愈远是愈好，你知无？今年。头家妈，啉一下心仔茶啊，身体爱顾，唔通阁生气啊啦。叫我要来袂生气啦！你嘛知影，阮陈家一向是清白团家，想袂到我教到我这代，竟然会出一款败坏门风的代志。这落款见笑代，若传出去互厝边头尾的人知影，我这个面是要夹在倒去，我后摆是要安怎甲人做人就好。我实在想无拢无呢。 是安怎？咱陈家大大小小这么多人，啊，彩云一个查某囡仔安尼走出去，厝内面竟然无我一个知影。彩云，咱先等者休困咧，你巴肚卖啊啦吼，我拄则来时吼，看一罐水果，晚来互你食好无？好啊，我哩较谢你啊。我知影。 头家娘，歹势啦，你甲阮来转好无？翠香，翠香，你干嘛？阿伯啊，我求你，你帮我找好不好？阿伯啊，好啊，我拜托你，你帮我找吧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头家娘，还是讲哦，阮头家对你也好，你是安怎要反背伊哈？ 哦，我即摆若转去，就是落一条，你都可怜我，帮我离开好无？我拜托你。我听你安尼讲哦，我嘛足想要放你走的，也毋过哦，我若放你走，就是反背阮头家，啊，我都袂用做出反背阮头家的代志的。二头家啊，陈家吼对你也袂歹，啊，你既然吼已经过来遮，你毋着较认份的，你安尼吼对人走。 我叫阮放你走，阮大家是免得对老夫人交代啦。你哪咧笑啦？我有一件代志要拜托你。什么代志？ 为弟，我即马等于陈家，我是死路一条。不如你即马都甲我拍死。你唔通啦！我唔敢，我唔敢。你唔通安尼啦！哈，你太太，我跟你讲。你即马我甲我拍死，
你给我放开！在的，走，快快，走，进来走，走，进来走，都给你下！再下！再下！再下！你干嘛？再下！再下！你还阁有面头叫我阿母？你敢有认真讲你是陈家的媳妇？拍！继续拍！好啊，别拍啦！继续，你想哪做到？阿母，啊代志就到这个地步啊，就算讲哦，咱家拍死嘛无路用啊。哦，算算去。真正败坏咱陈家的门风，将咱陈家认出坑在土疙瘩，你安尼是都要放伊煞？阿母，你嘛知影，我对彩凤兰一点仔感情就拢无。伊若感觉讲，甲这个袂合适，伊若做伙会当幸福，咱就放伊去啦。袂用的，你是陈家的媳妇，生是陈家的人，死是陈家的鬼。我免哪会讲放伊甲这个袂合适，两个斗阵小蛇走？啊？门板准备好势，门帮，啊门帮是要创啥？人将这两个贱人，来顶在门帮放水牢。阿母，这摆是啥物时代啊？你咧做敢好？啊！这物件去传的，因阿该安怎做就安怎做。头家妈，你头家就进来陈家的你敢忍心将伊顶在门房放水牢？来，头家妈，我你要带哦，二头家娘哦，伺候阮头家遐尼久，你放伊一条生路啊吼！你两个是要创啥？两个下骹手人，你有咧讲话伊在是？什么人若假讲话，我就赶什么人出去。老林，无你若讲带人我伫陈家伺候两家人，我一个面子，我下头家娘一条生路好无？给你呀！阿母，我嘛非要求你啦，你着手势举悬，我连一条生路啊！你想看卖？当初我要娶彩凤来的时阵，迄是你一人的主意啊！我是被逼的，若毋是为着咱陈家要传宗接代，为着要互你抱金孙，我嘛无可能娶彩凤啊！